京東雙十一優惠多到睇唔晒。我呢個超大容量快速充電寶就係用晒上邊嘅優惠去買啦，真係平到笑㗎。記住啦，京東 App 全港比價，買貴就賠。認住呢個字型 logo， 商品由京東平台直接管控，品質絕對有保證。買電器最安心，因為有30日內包退，180日內有壞仲可以換新添。雙十一期間仲有111款爆款商品做限時低價優惠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有咁多補貼，唔買真係對唔住自己啦！行動最實際，即刻下載京東 App 自己睇下啦！